悉尼西北區 Y 市議會為慶祝中國農曆新年，將會喺2011年2月3日至12日期間舉辦連串慶祝活動。Y 市議員兼籌委會主席李永斌日前舉行記者會，公佈有關詳情嘅時候指出，籌委會已經有3年舉辦新年活動嘅經驗，今年將會擴大慶祝，舉辦更多嘅活動，而區內亦都會設有套型嘅裝飾品，使到居民可以感受中國新年嘅氣氛。整個慶祝活動最主要嘅節目就係喺2月12日星期六喺 Eastwood Plaza 舉行嘅嘉年華。到時唔單止有舞龍、舞獅、燒炮仗同埋新年攤位之外，仲有由林和成公司贊助嘅烹飪比賽。烹飪比賽公開歡迎各區市民參加，現已接受報名。